愛護小動物的小文。在一個小鎮上，住着一個心地善良的女孩，名叫小文。她是一位素食主義者。小鎮旁邊有一片小樹林，樹林裏住着各種各樣的小動物。每天清晨，小文都會帶着她的小籃子去樹林裏收集新鮮的野果子，準備做一天的食物。回家路上，遇見一隻小松鼠跳到小文面前，它眨着眼睛望着小文手中果子。小文捧着一籃果子，讓小松鼠跳上手臂，選取果子拿回樹洞吃。接着，一隻小兔子也來了，小文抱起小兔子，並遞給它胡蘿蔔吃。小文又還遇到了受傷的小鳥，他小心翼翼地幫小鳥包紮傷口，並給它準備了柔軟的巢穴。在小文的悉心照料下，小鳥的傷口很快愈合了，它又能自由地在天空中飛翔了。小動物們都知道，小文是它們的守護者，每當有危險，它們都會第一時間來找小文。有一天，小樹林裏來了一群調皮的孩子，他們想要捕捉小動物，這讓小動物們驚慌失措。小文得知後，立刻趕到小樹林，他勇敢地站出來，告訴孩子們要愛護小動物，不能傷害它們。孩子們被小文的真誠和勇氣所打動，他們紛紛表示以後不再捕捉小動物，還要和小文一起保護它們。小文帶着孩子們一起為小動物們搭建家園，種植果樹，讓小樹林變得更加美麗和和諧。從此以後，小樹林成了小鎮上最受歡迎的地方，大家都喜歡來這裏和小動物們玩耍，享受大自然的美好。小文站在小樹林邊，看着歡樂的人群和歡快的小動物，心中充滿了幸福和滿足。他知道，只要大家都用心去愛，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更加美好。